有馬，艾斯蘭，有馬，我而家已經唔可以好似以前咁相信你。但係無論面對點樣嘅絕境都好，一樣相信希望奮勇作戰嘅你，我始終都好想相信。有馬，艾斯蘭，同我一飛沖天啦！兩個堅強之心散發希望之光，連接佢哋嘅強大羈絆，會引發奇蹟。豈有此理！你想啊，有馬，我知道啦，我將我自己同我重啲，用我哋兩個建立超量網絡。當你真正羈絆連繫埋一齊嘅兩個心重疊之時，傳承嘅奇蹟之力就會出現。超量轉化，色素。竟然係新嘅色素，但係你哋而家先進化，已經太遲啦！乜真係咁咩？咩話？交換嘅熾熱感情，會將世界重新建立成充滿希望嘅未來。嚟啦，重建我！咩話？竟然重新構成張卡？奇蹟之光會驅散黑暗，限制型巴利干之力真正嘅形態已經甦醒啦！我而家要發動階級提升魔法元素之力。呢張卡可以令我方超量怪獸提升階級，特殊召喚混沌超量怪獸。我而家用階級4嘅希望王霍普重新建立超量網絡，混沌超量轉化，即刻現身啦！混沌編號怪獸39號，捉實喺未來閃耀嘅勝利，用交匯嘅信念同聯繫住嘅心改變世界。希望王霍普雷勝利！竟然係霍普雷勝利！但係因為魔造海嘅效果，要輸俾我。錯啦！喺元素之力發動嘅時候，所有喺場上以表質表示存在嘅卡嘅效果會無效化。咩話？接招啦！我而家命令霍普雷勝利攻擊黑影。喺呢個時候，發動霍普雷勝利嘅怪獸效果，消耗佢1個超量素材。當佢進行戰鬥嘅時候，將對手怪獸嘅攻擊力加落自己嘅攻擊力度。勝利補充5800點，呢種就係我哋嘅基本之力。上啦，霍普雷勝利，將黑影同維克多擊敗啊！